后来早暝是4天连假的前一暝，坐高铁回乡的人有够多，有买到座位的旅客是嗨嗨惨。讲伫这个对号的车厢，有人甲座位的餐刀搬落来，当做椅仔坐，而且伫遐春轮做运动食柑仔，实在真无水准。嘛有旅客来嗨餐，讲为台北要等去高雄，明明都有买到位，但是因为通道是互自由座的旅客钱价叉，客袂过，一直到台中才总算坐到家己的位。高铁是来回应讲，已经来启动人潮分流。一个小姐先活动筋骨，煞来坐伫椅平的餐桌顶，连伊派物件嘛，真无起，全咧藏起哩。昨一位廖先生买高铁对号的买位台北到台南，想要到隔壁人客餐桌煞变成椅啊！直接把我旁边那个乘客的桌子往下搬下来，然后把他的包包很大力的放上去，也在那边什么伸展啊、做运动啊、吃橘子啊。廖先生讲，虽然伊坐伫中这个位，不过嘛间接被影响到，伊怀疑这个小姐无买对号的车票是安怎会伫共一个车厢。到台中的时候，有乘客要下车，他跑去问那个乘客说：“请问你们坐哪里？”又追问说：“哦，因为你现在下车了，但那边没有人，我要去坐。”高铁官网写甲真清楚，买自由座的人客，干那会当伫自由座的车厢坐，也是徛尔，袂当徛伫对号的车厢内。高铁站暝都已经有真侪人啊。车厢拢无卡路，含门要关，嘛有困难。有民众为南港站想要坐转去高雄，伊将画面铺上网络讲，连假真正爱抢票，嘛有民众怨叹讲，明明买是对号票，因为人伤多，钱袂过，一直到台中才总算坐到伊买位。面对连假人潮，高铁伫初到初七拢会加班，并且同步启动人潮的分流。不过遮侪人客真正歹消透，你搁看一摆这个画面，真正真辛苦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